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3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来自立陶宛约纳瓦加克莱佩达2位市长来台湾访问期间，嘛特别到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期待双方进一步伫城市交流，共同守护世界民主价值。相信大家对着立陶宛印象上深的，就是因伫咱疫情困境当中送疫苗予咱，嘛时常伫国际舞台替台湾发声。所以这回来自立陶宛约纳瓦加克莱佩达2位市长，在伫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时，特别来展现国际友谊，嘛特别到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希望全力推动两市的城市交流。即将在明年2024年，庆祝台南400年。那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也是文化之都，热诚的欢迎来自各地的好朋友。我非常感谢立陶宛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在疫情期间捐赠了台湾疫苗，能够让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台湾能够多一层保障。作为一个科技城市，也作为一个文化古城，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邀请立陶宛的贵宾来台南多做参观与访问。据我了解，目前台南已经有超过40个国际知名的城市，特别台南要迎接400档的古都，其中克莱佩达更是有700档的悠久历史，所以期待双方拢伫高城的基础来交流如何发展智慧科技新城。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今日因为高丽菜价销直直落，互农民要靠无外使，所以议员郭信良结合企业联合采买3万斤的高丽菜，31号做位伫安南区服务处来分，大约1点外钟久的全部分完。4月1号开始，就是5天的清明连假。台南市议员郭信良因为看到最近高丽菜的价格一直落，有的农民买无到工钱。因此，就开放民众自行来采买。对此，议员结合真侪企业，包括统亚电子科技、绿可建设、加富力卫星电视台以及登陆爱心花，共同采买3万斤的高丽菜。31号下午，共布置的郭信良议员、安明路、甲安富街2家的服务处联合发送。大家也非常的踊跃，来促销，也赠给大家过个清明节，大家很捧场。大家来吃吃高丽菜，对身体很健康，多吃蔬菜一定是好的包括同雅、吴世琼，还有我们的富力电视台一起登录爱心会，一起来做这个活动希望能这样的活动呢，能够让大家多多发爱心，希望帮助农民，希望也受惠所有的市民。虽然发送的时间是下午4点开始，不过时间未到，现场就排满人潮。议员为了体谅一寡弱势坐轮椅的民众，提前发送。不管是大人、囡仔、坐轮椅或者是塞轮椅的，每人1粒高丽菜。现场嘛有真侪妈妈伫咧接完小朋友放学，嘛前来领取。刚好应时应节我们刚好要包春卷，刚好可以派得上，刚好也可以这样子，是不错的一个举动，这样子现在是刚好小孩放学了吗？对对，没有，他刚好下午没课。对。对，我们也是住附近而已。谢谢你啊。今天刚好有休假，刚好可以一起来领，对，就一起同乐一下。谢谢。5天的连假，因为拄好是清明，议员表示清明润饼包高丽菜拄好到时，因此趁着清明连假进前来发送。3万斤的高丽菜，伫咧大约1点外钟的时间，就全部发送完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庆祝儿童节，台南市鼓励各校办理多元的活动，其中永福国小所推出的明星运动会，因为设计创意活泼，加上内涵，所以提下全市特优。市长黄伟哲嘛专程到学校组队参加比赛，体验储备过程，当中嘛祝福学生都是明理之车，梦想起飞。庆祝儿童节，永福国小提前伫3月31号举办全校明星运动会，享受一天的 Happy Day。
对着现在囡仔来讲，用手机电脑等各种的平台已经是满都片面日常，所以学校特别设计简单、立体流行的闯关比赛，希望在创意游戏当中祝福学生健康平安、有意义。全校师生都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要提前欢度儿童节。那非常荣幸呢，今年我们荣获台南市儿童节创意活动比赛的特优第1名。那今天主要的活动呢，就是闯关。那透过闯关呢，拿到点数，我们就可以选择飞得又高又远的飞机，看谁飞得高、飞得远。这个飞机造飞机的活动呢，就是代表我们永福学子梦想起飞，能够达到自己的理想，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庆祝儿童节，永福国小设计这款明星运动会创意比赛，因为打败全市20几间学校，得到全市特优。所以，市长吴伟霆甲教育局长郑兴辉嘛专工来学校，用小折队甲小灰队来做伙组队比赛，体验包括射箭、高尔夫球、卡球甲抓回轮机等趣味活泼的闯关。除了市长队甲剧导队车拼无咧放水的，连学生裁判要算分数嘛意外含义为难。不过重点就是要享受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同学们都有一个实际的快乐的儿童节，而且不只是儿童节，在平常我们都有许多实际的活动造飞机啦、玩足球啦、打高尔夫啦，这些都是实际上，而不是只是在电脑或是平板或者手机荧幕上看到的。我觉得这是更有意义。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一起把握，能够这个让我们资讯世代或者 ChatGPT 世代的同学的我们能够有更实际的生活体验更实际的人跟人的互动，更实际的跟老师、家长有实际的更互动。每一当4月，各校拢会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不管是动态运动、戏剧表演，或者是静态阅读，拢希望让台南的囡仔留下珍贵的回忆，在幸福快乐当中大汉。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随着疫情控制，真侪囡仔拢当腾下嘴暗，等出笑容。议员曾志杰为了让囡仔摆脱疫情，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所以下文具店伫东区3间国小甲5个里，拢发300张的购物礼券，让囡仔家己当自由拣家己所爱的礼物。台南市议员曾志杰长期关心儿童的教育，每年除了定期关怀特殊境遇的学童，今年也阁首次有文具店来结合，希望捐赠文具的用品给东区的学童。趁着儿童节将要来到，上午邀请东区的中民、中学、甲德高国小，以及东区5个里的里长共同召开记者会，每一个单位赠送300张的文具购物券，作为儿童节的礼物。今天会有这个记者会呢，最主要首先要感谢一个主角。那因为这个主角呢，他为善不欲人知，那是非常的低调，就是我们9x9文具广场。那他们很有心，那他透过我的好朋友来找到志杰，那跟我说这个儿童节快要到了，他想要表达，就是因为现在都少子化了嘛，所以他想要对这些小朋友表达一些儿童节可以让他们开心的这个心意。那于是我的朋友来找到我，我说那这个构想很好。于是呢我就跟这个9x9的老板娘经过多方的讨论，所以就选出了总共5个里，有东门里、那庄敬里、仁和里、和平里以及中西里。好，那还有3所学校，有崇学国小、德高国小以及崇明国小。我们透过这个9x9的他们的心意，他们总共呢每个里跟每所学校分送了300张的文具用品的兑换礼券，能够促成这个9x9来捐赠我们这样礼券。在儿童节前夕，我代表我们黄市长以及我们郑局长
先谢谢今天有这样的善举，我们是掌声再谢谢一下，我们今天大家来促成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事情。受证单位包括东区的中明、中学甲德高国小，涵盖的里有中西、丹门、林和、和平甲中建等里。另外，议员郑志杰上午嘛特别前往中明国小，甲小朋友来互动。除了11地震购物券，另外嘛有业者赞助笔筒，总共500个，希望让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听民众讲，因为听信偏远耽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尤其现在资讯普遍，类似的偏远甲假消息，更容易被四界传播。所以，现代病院甲中正宽频三观网相注册合作，前往各社区进行媒体素养的课程，并且以实际案例提醒大家一定要查证。中嘉三冠王双子星与成大医院共同合作，举办多场社区媒体适度宣导。这次的活动来到了北区东兴里活动中心，与民众分享各种网络案例，并教导民众判读新闻事件要从多角度、多面向来看。就是看这张照片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换个角度看哦。刚好有没有？不能学第一页，转个角度看，变一页。刚好，系嘛？伊是真简单的，就大概讲，阮家有阮某要生第三个，一样是刚从车子上下来，然后换个角度看，是不是代志就赶快了？为取信民众，许多假消息、假资讯更会利用名人加持来骗取信任。媒体识读团队特别整理出了查核8步，包含了解资讯来源、查核作者是谁、检查发布日期、摒除偏见来分辨、详细阅读内文、佐证资讯可信度、内容是否太夸大，以及向专家请教等步骤。你买分享给你丢吗？按分享，然后给那个赖讯息查证。实用的课程也让东兴里长王全上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高兴莲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感谢咱的中嘉给我们的里民认识诈骗集团然后我们怎么使用手机，所以这个讲座特别有意义，让一些岁数大的老年人都了解。媒体识读课程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假讯息，让大家都分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如果说经过这个课程的宣导之后，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的讯息，什么是假的讯息。为让民众更容易吸收这些资讯，媒体识读团队特别将这次的课程内容做成9宫格游戏，让社区民众在趣味中学习。对我们比较年龄大一点的人，他没有办法去辨识说它是真是假，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你刚刚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我可以查证到它是真假的讯息，不会被误导，所以这个推广是很棒的。今天的课程很好，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假讯息，然后还有让这些长者比较没有外出的，可以听到这个假讯息的来源。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宣导，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而且为了增加民众学习动力，也在活动中准备了精美的抢答礼。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学校机关踊跃洽询。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281-5194-8516许小姐。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套一句过去的广告词讲，电脑会经土豆，而现在电脑才会当替农民喷农药。但是为了应用农业欠工，这个发展智慧化服务，所以甲科技公司的无人无人机合作，成立农来飞平台，要用一通电话，就当代替农民来喷农药。
过去那喷农药拢是人工派，不知辛苦冒毒性的危险。不过现在一台几啊十万的无人无人机顶面会当载农药，不知继续轻松效率好，买当节省1/3的药量。所以现在台南市农业局甲在地科技公司合作，首创农来飞平台。要参像外送同款，一通电话到无人无人机卖到农产，替农民服务。同时，市府迈向农会争取每一分地100块的喷药补贴，鼓励农民充分利用。我就是要转到几步，吼，安尼行，拢爱安尼转了吼，人身体转来拢爱戆吼。所以呢，派出这个无人机来转，而且吼，伊个定位吼定啊足清楚的，而且伊会当飞到吼迄个网塘，迄个不是迄个农药迄个海塘吼。味的迄个叶仔下骹，伊安转过吼，拢做有效的。农药平均会当省1/3以上，吼。第二，伊喷了足准的，吼，袂对环境造成污染。第三，讲要喷的即个田就喷的即个田，袂喷的恁兜隔壁去，吼。所以袂去做白工，吼。第一袂做白工，第二省农药、省人工，第三个服务足紧的。台南无人无人机农作团队成立以后，目前有6间公司，有49位拢是上证照的背手，加将近100台无人无人机投入。希望这个平台卖当彻底解决欠工的困境。农业局表示，只要民众需要，地当卡免费专线0809-081-098，或者是市民服务专线1999，以及各区农会推广部。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今年校园就甲博览会31号开幕，为期2天，总共107间企业甲学校征才，选出上千个职缺，其中医疗院所到57间，互学生毕业得当顺利就业。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校园就业博览会伫今仔日就告登场，由校长孙义民以及侪位贵宾共同为活动来开幕。创造就业，中华医大培育人才，创造学子就业的实力。疫情趋缓，连带企业人才活络，有107间企业到场征才，包括着长照机构、生技公司等等。其中医疗院所就有57间，征才名额超过1200个，吸引一个应届毕业生到场来参加。我们其实今年应届的护理系毕业生是600多位了哈，应该算是在大学的部分哈，我们是南台湾最多的护理系的毕业生。那我们呢学校在这几年培育的这些人才啦哈，其实也谢谢各个厂商提供这么好的工作机会。那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尤其像去年啊，我们的护理师就考上全国的状元。那我们的医检师不仅是去年是状元，前年也是状元，然后，所以我也可以跟各个厂商保证，然后中华医大毕业的学生到工作职场，应该都会表现得非常好。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校长孙义民这节目表示，每一档的校园就业博览会，学生毕业了后的就职率超过60成，期盼应届毕业生把握着机会，找到好工作。另外，除了适当征才以外，大型病院甲企业也会轮流举办线面会，来找到好人才。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但是整下所谓学习的资源发展创新的教学，其中为特别带领60间学校举办打造5G 新科技的记者会，宣示台南市所谓学习要全面来落实，让台南市每一间学校拢是智慧校园。台南市长王伟摕出现伫荧幕内面，化身数学老师来教大家安怎留比例册。我是协同教学老师黄伟哲，虽然你们看起来是字反，但是我就叫黄伟哲。台南市整合所谓学习资源，发展虚实超额创新教学，运用这项技术，将课程画面直接放送给其他学校共学。那我想大家都听过 AR、VR。甚至叫 MR 所谓的混合的。那现在呢，最夯的有人叫它 XR， 其实就是 XR。事实上，它就是结合了虚拟跟实境的一个所谓混合学习。
那我们过去呢是单向的，后来变互动的。活动现场由台南市长黄伟提率领各学校宣誓爱将所有学习全面扎根，全力发展创新科技学习、5G 智慧科技等计划。全球化的时代里面，是这个很没有办法来区分城乡的。那偏偏城乡都有一些数位落差，所以我们要努力来让许多北部、南部、都市或者是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同学都有同样的机会，甚至有更多的机会来从事数位学习。教育局延续111学年度生生用平板计划，为今年度开始，将全面规划老师陆续课堂所谓科技的应用，未来也将投入1亿的经费，用在咧所谓内容一机两体。我们呢，像这种虚拟的摄影棚，虚拟的会议，在疫情的这几年，也发现，它越来越，在业界里面呢，也非常多了。但是呢，到教育里面来，还算是一个新的开始，算是一个前瞻。我们期待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让孩子呢，去看到一些例如本来我们碰不到、看不到的。今年所谓学习计划为18间学校推广到36间，同时结合教育部5G 智慧学习学校推动计划的22间学校，以及5G 新科技学习示范学校计划18间学校，全市超过2/3的学校，拢参与着研发创新教学模组，运用校际联名，将台南市打造为所谓学习教育之都。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为了治疗照顾因为糖尿病严重造成空喙歹好的患者，安南病院透过跨团队整合照顾的模式，不只有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平均有90%以上。2002年正摕下国家升级医疗品质奖的肯定。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主部伤口中心的主任唐慧君表示，糖尿病伫咧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5，全台累积超过200万名糖尿病友，其中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看的慢性并发症，有可能一个小小的空喙治无好，就必须要截肢。对此，安南病院透过跨科的合作，结合新式的辅料加负压的治疗，让整体的截肢率大幅度来降低。因为伤口只是外面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伤口在这边很明显，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会有伤口？就是身体里面的那种修复的能量不够了。那为什么身体里面修复的能量不够？第一个，他糖尿病造成很多的并发症；第二个，他肾脏是洗肾，他的血管都已经不好了。所以因为身体里面状况已经没有能力去修复了，所以我们平常可能一个小擦伤自己会好，但是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就没有办法，再加上他自己脚的感觉并不好，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广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所以当他有伤口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有伤口，结果就会越拖越严重。在过去糖尿病足因为很不容易照顾，所以呢，大部分的做法就是早点高位截肢。所谓高位截肢就是截肢到小腿。那但是经过因为现在的敷料越来越进步了，然后再加上那个羊膜的敷料，羊膜的敷料是台湾产妇的胎盘。所取下来的，它大概会有100多种的生长因子，然后再加上负压伤口治疗。什么叫负压伤口治疗呢？就是在伤口上面用一个特别的抽吸管，让这个伤口的血液循环变好。那这2个东西一起合作，这3种东西都一起合作起来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目前糖尿病足的治疗效果都蛮令人满意的。我们的截肢到小腿的几率比其他的医院来得低，甚至比其他像是美国、法国、韩国都低很多。亲像这名92岁阿嬷，因为糖尿病，骹部的空喙无感觉。伫一届无细记汤只骹去打着土，严重来感染。经过病院跨团队的整合照顾，唔免做高位的截肢，只扎掉尾仔2指，还阁会用行路。患者家属嘛真感谢病院的照顾。唐医师很照顾病人的心情，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呼吸通血管，但是妈妈很害怕，不敢通，但是唐医师就照顾我妈妈的心情，在不通血管的情形之下，
就是能够把妈妈的脚遇到现在都可以走路了，真的很感谢他。你也很辛苦啊。这些年来真的很感谢他家属的坚持，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起努力的哈。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主部伤口中心透过跨科的治疗强病，亲像血糖的控制、洗肾，或者是血管的整形、拍通血管等，甲病房护理师的整合照顾，互患者的总尸体保留率达到8.5%，就医的满意度更高达94%，更加得到2022国家升级医疗品质奖标章的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31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